各位里民大家好，这是万城里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任务因为这个月初呢，英国大选，所以呢，最近对这个选举的这个结果有足侪分析和讨论，拢差不多出来啊。所以呢，想讲这集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到的一寡资料。好，这届呢，无啥物意外，就是看咱月初迄集共款讲的，就是看遐民意调查的结果真接近，工党大赢，比这个2019年顶一届的这个选举呢，增加要1倍的席次。这个保守党呢，伊减200外席，等于讲剩买1/3安尼。对。这个 Lib Dem 呢，共款是第三党毋过伊的席次呢，为8席直接冲到72席。哇，对。应该是袂少拢是为保守党遐来啦，因为因两个诶，即个政治立场是较接近的。其他的小党呢，嘛有增加席次。我就是讲，即届大家会真认真去投票，因为大家拢对即个保守党真生气嘛。对。结果我看报纸讲，即届投票率敢若有52%尔。佮讲是啥物偌久以来上低一届。对，我有惊到呢。系啊，我嘛惊到。2019年迄届呢，即个保守党大赢迄届，英国就剩较济拢是大城市内底才有工党的席次啊。对。比如讲这啥物德亨迄边啦，还是Manchester 啊，还是伦敦啊，即款的大城市。即届要讲工党大赢，英国有一寡人就开始讲英国为左派行去，因为最近的风气就是规个欧洲咧为正手边行去嘛。对。毋过我是感觉佫有差一寡啦，因为为地图面顶来看，工党的席次为即个大城市拖出去。毋过南部嘛是有足侪代表即个保守党的蓝色。无就是为蓝色变做柑仔色。对。等于拢也是偏保守安尼。以席次来看呢，工党的席次是占要2/3。对。毋过你若是去看即个实际即个票数偏右派的即个 Tory 和 Lib Dem 加起来，其实比工党的票数佫较济。大家当等于听咱月初迄集，伊其实有解说过，就是因为伊即个投票即个制度的问题，所以讲你的票数无一定代表你会换到偌济席次安尼。大家若是要去集嘛，会当佫摕出来佫听一届。而且呢，即届呢，即个极右派的即个 Reform UK 摕到5个席次。为票数来看呢，是票数的14%哦。就是全部票数的14%拢是投互即个 Reform UK。这有一个我有看一个报纸有写讲，其实比欧盟 EU 的国会内底，即个德国极右派的 AFD 的16%的票数无减足济。所以其实讲要讲英国往即个社会主义，还是往即个左派行去，我是感觉佫有一段路的。我嘛听你讲过。我一直足好奇的讲个无共的政党的支持者因的背景是啥物？是年纪啦，还是学历啦，还是收入，还是啥物原因会去决定讲一个人会去想要投互啥物党？即个2019年的投票，我感觉是上明显的，因为我感觉2024年就是即投啦。我感觉因为足侪独蓝票嘛，所以我感觉可能较袂准。所以你若会去看即个2019年，我感觉上明显。迄个时阵上明显有差的，就是学历较年纪。年纪愈大，就愈会投互保守党。迄当阵30岁以下Labour 的支持者呢是过一半哦。超过一半。毋过呢，我感觉爱真注意，就是即届的数字看起来呢，18岁到24岁的即个 Labour 的支持者是
有减少的，对，正常是50几%嘛，对，这道变40%尔呢。啊，毋过因为这内底可能袂少是走去投互绿党 Green Party，所以我感觉佫较袂较歹，因为就是伫正常的国家内底，少年人去支持有理想的小党，我感觉是一件好代志。无错。嘿，啊，第二个上有差的就是学历，有这学历的部分哦，就是2019年和这道拢是共款，有受过这个高等教育的有43%，伫这2019年投互 Labour， 啊，竟然有30%投互保守党，啊，相比落来呢，这个教育程度较低，超过一半拢会投互这个保守党。嘿，啊，毋过我感觉讲，这内底应该嘛是有这个年纪的因素在啦，因为老一辈因咧读这个大学的比例可能较低。哦，对。啊，毋过教育程度低，为什么会投互保守党啊？我感觉就因为我感觉会当甲你讲，因为保守党就是伊啥物拢无要改变，伊就是要保持即摆的迄个状态。因为 Labour 就是要改革嘛，伊要嘿，因为因拢是要互人看做左派，拢是互人看做是较迄个人讲进步价值，对，进步价值，对，所以你就是会需要改革就是需要改变，所以我感觉因为英国人的血内底就是无介意改变，对，其实我感觉大部分的人拢是啦，啊，毋过英国人对这改变有佫较比一般的人佫较惊吓，所以你若是较无受过教育去接触一寡新的思想，你可能就较袂想要改变，而且你若是较老一辈，可能嘛想讲啊，伊即世人就是过感嘛真好啊，无需要改变。对。啊，你头拄讲的工党大赢，我感觉这是四处看起大赢，因为伊的票数趴数只是比顶届加 1.6%。对。嘿，我感觉即阵走去绿党也是绿党，啊，保守党是真正输，因为伊落伫要20%。啊，我感觉有足侪应该是走去 Reform UK， 就是英国民众党，伊遐增加12%。所以这我刚刚在甲台湾有遮讲的是，无介意国民党还是民进党会投互民众党。啊，即个我感觉真好笑，就是选举了迄个 Reform UK 因出现一个足大的争议。就是你知有一本足有名的小说叫做《无存在的查囝》。嘿，英国民众党是无存在的候选人。因为就是有人提出疑问讲，为什么伫 Reform UK 的候选人，敢若伫因的网站上有因的名甲因代表的区域，佮足侪人无出席伫因的竞选活动，伫开票迄天啊，有一寡伫统计票数的相片内底 ，Reform UK 嘛是唯一无出席的政党诶。讲上好笑就是佫有一个讲，有一个候选人互怀疑伊是 AI。是安那？因为伊迄官方的相片，互看起就是 AI 做出来啊，佮加上伊伫迄个选票伫计票的时阵，无出现伫内底，就是无去看伊的开票，迄天无去看得着。后来就是有人去约啊，是发现讲真正有即个人，伊解释讲为什么伊的相片看起来做成 AI， 是因为伊找无着摄影师，就是摄影师，所以伊只要用 Photoshop 家己电脑修图，甲伊的迄个 necktie 改做 Reform UK 的是Cyberpunk 哦。
你刚刚真的是咱台湾民众党的人会出现的代志吗？就是去回收人一寡无爱的物件，我唔知。系啊，我感觉真好笑。啊，我伫查这 AI 新闻的时阵，就发现讲真正伫 Brighton 有一间公司，伊是真正推出 AI 的候选人，啊，这头家还有帮伊这个候选人邮票。哦，就认真的算诶，真正做认真，上认真的是遐投互伊的179个人。因真正有人投互你啊！我感觉这无定未来是一个趋势，因为你知影 AI 拢会去什么啊？迄叫什么学习呀、自我什么？去 machine learning， 对 machine learning，所以因若遮179个人一直甲训练的话，无定伊真正会摕一寡政策出来。对无？所以我感觉以后无定伊有机会看到是 AI 的 MP。这毋是看迄个啥物啊？推西瓜出来算嘛是共款的意思。对对对，对好，讲到这个 Reform UK 就要讲到这个少年的机器价，大家小可讲一这个 TikTok 这个问题，因为人讲这道选举是迄个 TikTok 选举元年，就是头一届有 TikTok 的影响咧选举的。政党是这个 Rishi 伊顶一个首相伊宣布讲要选举了，就开始去办一个 TikTok 的考察。嘿，这道这个微博呢 ，Guardian 是有在注意这 TikTok 对选情的影响，所以因这个选情呢有做一寡观察，因就用4个无共的口罩，逐工拢伫遐飞手机啊，飞 TikTok 飞一点钟，观察无共党派的 post， 有一寡新闻类的这个 KOL， 因发现讲就是网红啦，嘿，因发现讲吼。甲 Nigel Farage 就是这个 Reform UK 主要人物，伊的这个触及率甲伊的互动啊，拢比其他主要大党个悬足济。所有主要的政党拢有伫这个 TikTok 面顶有口罩，包括这个 Green Party 嘛有啦，Labour 嘛有嘿，Conservative 嘛有，保守党嘛有吼，遮政治人物呢，因拢有一寡政治人物因嘛有。做家己的口罩就对啊，这个 Labour 的 post 呢是内底上济，第2名就是 Nigel Farage 伊个人的口罩，而且呢 Nigel Farage 伊的这个影片数量虽然比 Labour 较少，毋过伊逐支影片看的人数和反应拢比 Labour 的加至少30%以上。哇，嘿，平均来讲。这 Reform UK 呢，因这道呢嘛有特别针对少年人咧拍这个选举，所以这个 Farage 就会去上一寡迄少年查甫咧听的 podcast 啊，还是配合一寡少年人的歌来拍片安尼，因为迄草仔味就重咧。其实我伫迄个什么啊，伫 Instagram 顶管有看到 Farage 去上一寡 podcast，毋过伊拢红洗面，就是我看伫遐就是伊拢红洗面啦。有啦，其实这个调查有讲啦，就是你迄个 engagement 就是互动啦，无一定拢是正面的，比如讲比如讲韩国瑜伊的 post 若是足济互动，有可能是足济人去甲洗面啦，这嘛是互动啊。对，而且愈济人去甲互动，愈济人去甲饲啥物生气啊，是 like 也好，饲赞也好，愈济人去甲应话也是饲，伊的迄个曝光率就愈悬啊。其实这个 Labour 吼，伊的所谓宣传部嘛有讲，就是其实伫咧用这个 TikTok 的少年人，差不多大部分拢是 Labour 的支持者，所以因颠倒是需要去找到迄个住伫中立的理性选民去邮票，所以
你随书诶，所以有一支影片，就是叫这个少年人去 download 迄支影片，伫 TikTok 面顶哦，讲你甲即支影片 download 落来，啊传入去恁厝内人的群组内底，啊恁就是用安尼方式，就是嘛是有小可cyberpunk。啊对啊，我感觉爱注意的是吼，有一个研究发现讲，伫即个18岁到24岁少年人内底。这个 Reform UK 的支持率是托瑞的2倍。对，就是伊即摆已经把这个保守党超过啊哦，嘿，已经甲毋过这个甲台湾小可像呢吼。对，哦，好，真趣味呢。系啊。毋过我刚用 TikTok 去看反应甲触及，这有一点无准，因为中国迄边会当讲其他政党的 engage。对无？这我就毋知，因为我嘛感觉足奇怪，就是 Labour 奈嘿，就是我感觉啦，可能因无要特别要讲对一个政党的即个 exposure， 伊可能是因为资讯战无一定是一定爱讲啥物人啊，伊会当去，伊会当一直赞助遮来乱的啊，你规个国家的政治就乱糟糟啊，对不对？系啊，对啊。哦，对呢，对。所以伊主要是，我感觉伊可能对遮的无像对咱台湾遮了解，所以恁要乱得好。和恁国内底去乱，阮就凊彩有备用啊。反正恁不管安那，拢是对因有帮助嘛。因为大家若一直用 TikTok，因就一直趁钱啊。对啊。不要紧，因为这英国可能是俄罗斯咧负责的。对啊，迄个 Nigel Farage 毋是甲迄个 Putin 的麻吉吗？对啊。系啊。毋过我感觉讲，这政治入来到这个短影片的世界，毋是一件好的代志。毋是讲短影片无好，毋过我因为政治这件代志需要足长讨论，可能像迄18、19世纪安尼，一届就是6、7点钟安尼正面倒边诶，也是逐条政策，逐个所有诶迄眉角拢会提出来讨论。因为你逐个政策要讨论的方面伤济啊，需要足济时间去辩论、去思考、去通盘讨论。毋过你这短影片你要会当推送出去，你需要的是 engagement， 是互动啊。对。系啊，你要去引人伫足短的时间内底去甲你示赞，也是老话。因毋是要爱资讯啊，伊系啊。伊无爱你的资料啊，伊无爱你等资料互伊读。系啊。毋过这就是对啊。像阮一个朋友就讲啊，政治入面到即个短影片的世界内底，就是 race to the bottom 啊。一届比一届搁较惨。哦。好啦，安尼也是鼓励大家加读册啦。对啊。同顶届结论同款。好，讲一个较好的方面啦，因为即届选举呢，有另外一个较吸引我的注意的是即个国会议员的背景。即届呢有因为因总共是600外个席厝嘛，有300外个是头一届就任的议员，就是新的人而且呢，即一届讲是因拢讲是历史上背景上多元的一届。头先呢，就是查某的议员的数量是上悬的一届，有真的260外席。刷来呢是学历，因为英国自古以来的就是一直互人翕相
屁想，就是对这政治人物伤拍秀，就是大家拢对对对去迄个私立学校啊，甚至保守党进前，迄拢是去足好的迄个私立学校，什么Eton，我大概讲 Eton Mass 奥奇基的叫 Mass Eton Mass，Eton Mass 是一个点心嘛是这间私立学校发明的点心，伊就变做英国一个传统点心嘛。好，伊去了这个私立高中了后，就接的就是不是去 Oxford， 就是去 Cambridge， 就这两款尔。所以因安尼看一般人的这个生活差伤济，因为这去私立学校爱足济钱啊，而且嗰边讲迄去足好的私立学校，迄个差愈济啊。所以因看一般人的生活差伤济，食米毋知米价，这是一直以来啦，大家对这个英国的政治感觉较有问题所在啊。毋过即届议员有63%的是为一般的公立高中毕业的。相比之下，2019年迄届是54%。嘿，全国的平均是88%。所以你会当比出迄个差别伫倒位。哎呀，哇！而且这议员内底5个内底都有一个是为 Oxford 毕业的。你讲这届吗？对，我等下我看下，应该迄两个拢差不多啊。对。毋过按一般的公立高中毕业的，这就差足济啊，因为真正足济拢是私立出来的。对啊，对，迄家庭背景就差足济。我要讲啥？对，而且呢，即届首相呢，竟然毋是 Oxford 嘛，毋是 Cambridge 毕业的，伊是 Leeds University 毕业的哦。哇，胖胖的迄个什么啊？对，伊讲好友。对，胖胖讲伊一选调的，伊就连面摕着收着迄学校见的一张批，讲恭喜大家，咱的首相是咱的好友，恭喜哦！对而且伊是 Grammar School 文法学校起来，咱先解说英国的国中和高中分做基本上啦分做3种啦，一个是公立的高中，迄就是看你住伫倒位，你就入去。还有一款是 Grammar School 文法学校，迄就是你嘛是住伫倒位入去倒位，毋过爱先考试通过才会当入去。无你就爱去共一个社区的较歹的学校。第3种就是私立学校，当然私立学校内底佫有分是有住伫宿舍内底，还是无住宿舍的。当然迄叫啥寄宿学校佫如何啊？对，就是所以即个首相呢，伊是去毋免钱的迄款文法学校，毋过爱考试，所以应该算是我感觉应该算是中山阶层啦。对，毋过至少比进前遐去伊顿公校的迄成分已经差足济啊。对啊，差足济。即届我感觉真无简单的是伊即个副首相。因为伊是16岁时阵，伊就因为有心离开学校，所以伊无继续读册。到尾是生囝了后，伊去接受着，反正就是有一款制度会当互已经出社会的人，佮转去读册。伊是读护理的，爱读护理的了后，伊就去家己工会反正伊应该是能力袂歹，伊就变做工会代表了后伊就家己工党。伊是安尼起来，所以我感觉伊即个副首相应该会较知影迄个什么人民的艰苦。而且伊是社会主体出来的呢。对。系啊，所以我感觉这真正是这么简单的。伊是咱 Manchester 出来的呢 ，Manchester Staple 出来的呢。你哪会讲 Staple 算伫 Manchester 内底？歹势哦。
我你该把 Stop 生出来，生起 Manchester 来啊，因为才想 Manchester Stop， 因为但我是看中文的，大曼城地区，对对，大曼城，我想笑，你哪的啊？伊读的学校是去到 His 离我就近的呢。哦，真的，对，对啊，对啊，真正就特别的呢。对啊，所以我感觉，这届广东政府咱会当来期待看因会做啥无共的改变。对，对，对，拄则佫有一个无补充，就是讲即个岛原的背景吼，即届嘛是有上济少数族群的议员当着选，进前拢无到10%，即届有10几%。哇，对，那真好呢。对啊，所以慢慢嘛是有咧进步啦。对。出来就是即届嘛有一寡朋友啦。因为即个支持的动数啊，都有一寡生气，感觉讲即个少年人黑白投票我即届就有感受到迄款红大标签的迄款无爽快，因为我感觉因为英国是迄个有祖产啊，祖上积德，所以伊是一个正常的国家，伊民主嘛就老牌啊，所以会当好好你去讨论即个左派右派方向的问题，毋是像台湾安尼换一个当做看卖，就真正的换国家。那所以咱既然当来好好讨论左派右派的问题，那安尼咱就好好来讨论左右的即个路线的问题。我家己是感觉英国一直拢是较偏右派的，跟即个西欧北欧遐的福利国家来比，绝对是偏右派的。所以即个 Labour 伊为了生存，伊可能嘛小可往即个中较歪去。像阮翁就感觉迄个进前的迄个 Labour 迄个首相 Tony Blair 伊是迄个满即个左派外衣的右派人。即个我感觉 Labour 起来做首相的吼，其实基本上就拢较偏中啊啦。所以我感觉讲咱就要来回答即个问题。你想要即个国家大程度的开放，政府上细程度的干预，税尽量就是莫收，毋过即个公共的建设含即个福利嘛会变少，也是你希望讲政府会当去做一个平均分配的角色，互大家拢得到照顾。我家己是较认同左派的想法，因为我认为用上自私的角度来看，政府若是去照顾需要照顾的人，因就毋免去抢去偷，也是讲袂判病，毋免去看，毋免去占用即个健保的资源，安尼我的生活品质嘛会变好。所以这是当然这是用上自私的角度去看。所以我一直拢感觉讲支持左派政府是对我来讲是上好的选择。尤其我家己是少数族群伫这个国家内底，我佮支持即个 LGBT， 所以我感觉左派政府对我来讲是上好的选择。政府去提升即个教育资源，补助公共交通工具，增加福利，其实对我即款的双薪的中产阶层家庭是无啥物差别的。因为你公立学校无好，我会当去上私立，虽然讲我无想要安尼。中产的学区嘛，无啥物大众交通工具，大家拢是厝内2台车以上，出门拢嘛塞车，啥物人咧坐公车。福利我嘛领袂到，毋过我愿意甲我的收入去付出一寡，互政府摕去照顾对自细汉就无啥物资源的人，也是讲雄因为意外啥物拢学有去的人。因为我感觉讲，我感觉这是核心概念，就是我感觉我今仔日有遮的资源，毋是因为我拍拼，是因为我出世着一个好的家庭。我毋免替阮阿爸阿母立啥物无债务啊，无啥物货。所以我感觉这是我的核心概念，就是我毋是一时倒去要去推翻保守党才投互 Labour， 是我本来这就是我的核心概念。
对啊，我感觉就是要怎讲啊，就是安尼。就是核心概念的问题啊，毋是讲啥物人去互洗脑啊，嘿。对对对，我感觉就是无核心概念的人才会互洗去吧。而且你的核心概念嘛是为着这个国家好啊，毋是讲伊雄雄甲你提高你的税收，你就做歹过啊。毋过互提高税收歹过，拢是遐个善食人啊。应该讲，若是税金无够，无法度甲即个福利减少，会食苦的是遐个善食人。对。所以我感觉其实工党会比保守党较接近人民一点嘛，一点嘛，系啊。至少工党就大了后，因就甲 Rwanda policy 动开啊，你敢知？你敢知保守党政府为着这 Rwanda policy 开偌济钱？我毋知诶。29 million pound 啊，2900万。我自头到尾就毋知影即个 policy 到底是要创啥货啊！因为因就是感觉迄当阵就是收足侪难民过来，因无想要一直就感觉英国所在小无遮济所在和遮难民啊，遮人可能佫会制造一寡混乱，安尼因想要甲因送去卢旺达。因为这卢旺达 policy 伊甲卢旺达签这个计划嘛，所以因爱付钱和卢旺达，因付2900万英镑，就是11亿台币。够含，你做含诶。因为我做工课的关系，所以我发现讲就是要投票近2礼拜，英镑就小可得起啊。结果选后无降落来，佫小可起一点嘛。所以按这个角度来看，我感觉大家也是，不管是人民还是企业，其实对工党政府嘛是佫有信心的。无就是选后迄英镑就会落过来。工党呢，除了甲 Rwanda policy 动开了暂停了后，因刷来要做的就是甲火车收转来做国有的。我感觉这无好，我感觉这做拼的嘿啊，做无好去做真正就拼的。对。毋过因若做会到，我会互伊 5 star review。真是。我会记得顶礼拜伫Threads面顶看到一个为美国转来的人，就问讲，奇怪，这为高雄到台北的高铁哪会遮贵，要3000多块来回？安尼敢有正常？还是我爱塞车落？我一看咧，我想讲，拜托诶，3000多块，才哪100磅尔呢？来回台北高雄，你佫是坐车进前买嘛是共款计数哦，免像阮安尼一礼拜也是1个月进前先买哦，无会变200-300磅哦。对，而且呢，佫有啥物货？伊佫有诶时间佫有拍折，咱毋是哦，咱是有诶时间会变足贵诶哦。佫来是啥？迄位有够细用诶，你敢知影？顶届我为高雄坐高铁去桃园，要坐飞轮机有无？去放行李诶，迄个架已经满。所以阮阿爸母竟然甲我诶行李大卡诶哦，放伫因诶骹头前，因诶骹佫会当放落，拢毋免收起来呢。迄位遮大，遮100磅，你敢知影英国诶？你人坐入去就足客啊，有够客。我刚莫讲啥，讲你也可能小可食较好，食足好诶，迄可能就坐袂落啊。对，佫安那呢？佫有当时你2点钟会变6点钟哦。还是足恐怖诶！若是当着落大雨，伊可能甲你停伫中，还是落大雪，就讲因为
垃圾洗收大、洗收济啊，阮无法度，恁可能爱家己行去车站，啊，阮才用公车甲你接送安尼。对，伊就是任何诶啥物天气拢会拢有法度出问题。伤热、伤寒、落雪、落雨、风头。系啊，所以若真正做会到，真正是 5 star review 拢互伊真诶。对，我规世人拢转互伊。哇，真诶！毋过若是因若有起来，立冬嘛有起来，我可能嘛会斗立冬。会啦。反正就是系啦，就是看因诶政策是安那。对啊。顶礼拜，你讲。毋过。毋过，阮即区应该足困难的。你敢知阮即区足恐怖的哦？保守党的支持者40%，个立点40%哦。所以这是有够保守的保守。你讲阮遮100冬来，真正是换人即种啊呢？对啊，恁即届变红色的对毋对？对啊，毋过咱即届变柑仔色的。恁变柑仔色哦？对。柑仔色应该是嘛是还好啦。就是立点嘛，立点就是看保守党的，无啥物差别。阮兜有收到一张批纸，伊就是迄立点的人来宣传，伊就讲莫投互Labour啊，因无效啦，10几%尔啦。你爱投互我，才有法度甲保守党赶落去啦。有够气死！真正是主动燃斗机耶。对啊，因进前毋是个组织啥物联合政府、联合政府，系啊。那好笑。我就讲，我想要讲就是我顶礼拜甲阮经理上班的时阵，我甲问讲有去投票无啊？伊讲无，因为伊感觉投票毋是投拖 A， 就是投拖 B。拖的台语应该给人翻做配塔啦，还是？我想配塔啦，应该是配塔啦吗？就是 stupid or obnoxious person。嘿，这边翻啊，嘛配塔啦，个无先配塔啦。笨色。笨烫 A 跟笨烫 B。对，伊讲 BBC 个因为即届首相是 Sorry 出来的，Sorry working class 出身的这一批报道，伊感觉足含的，因为对伊来讲，Sorry 这地区马上是有人区。伊讲若是首相是啊 Macclesfield 即款地区出来，伊才会感觉讲英国要真正变无共啊。拜托 ，Macclesfield 嘛是有足有钱的所在，好无？毋过伊就是感觉讲。会去阮遐，因为阮做工课所在，当看着足济无共款啦。伊就感觉系啊，伊观察到的人拢做做咩讲啊？就是做 working class，甲迄款 sorry 出来迄个无共。较乡民啊，对啦，我会当体会，因为之前阮就一个案例 sorry 遐，我去看者，哇，足济人因兜拢是后壁有游泳池的。哇！伫英国去游泳池，一冬会当用2届的所在啊，开偌济钱的，真正是钱伤济。对啊，所以你会当体会伊的感想啊吧？系啦，系啊。所以讲吼，伊若要投票，伊敢来投立党。可是 he cares about recycling。伊是啊，伊是single topic voter。应该是吧，伊这反正伊就做强的对。好笑死。系啊，这就是即届的英国大选了后的一寡想法、一寡资料，系跟大家分享，系对。真好笑。对啊，安尼差不多啊。刷来就爱来期待即个新的首相，看有啥物作为。系啊。Fingers crossed。Fingers crossed， 真正是 Fingers crossed。对啊，因为伊画大饼拢真大，所以真大，就是伊画大饼就是互人民会期待的迄款，啊，佮足歹做到的迄款。
哈，对啊，对，因为我感觉人民有一部分嘛是无想要改变，啊，毋过因个想要因想要经济好，啊，毋过我无想要改变。这个台湾个，甲遐个臭的是，安尼不要紧，互咱继续看落去。系啊，话若要讲透机。好，差不多安尼啊，安尼就感谢大家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国泰民安。新芳过一阵青菜，水果青。来对落水客，参农民行同齐哦，拢来坐，烧酒来奉茶。落水客，请人客，上生气的土地。稻啊青芳过一阵青菜，水果青。